我哋而家一齊做一個提升氣感嘅練習。咁我哋會手掌5個位置去做互相嘅撞擊。首先1號位，1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OK， 第2個位置呢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跟住3號係呢個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跟住第4個位置就係手指叉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第5個位置係虎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啦，我哋做完手掌就做一個元氣開弓。首先左手掌向上擺喺身體前面，右手擺喺左手嘅上邊，大約3、4寸位。跟住左手唔喐，右手逆時針轉36個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
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，跟住左右手調轉，左手上邊順時針轉36個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。好啦，就讓我哋測試一下一個能量球，可以伸縮一下睇下個感覺係點樣。點啊？你個球入邊係啊？
以試下大啲睇下有冇感覺。係咪都好有感覺咧？係啦。